非常高兴进去你们家里，就是今天嘛。今天的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我把荣耀归给天父耶和华。我今日想问天父耶和华好，和耶和华，我宣布耶和华的好处，为了你们那里，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祝你们好，从那个开始。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就是要说的，但是哎呀，进去你们家里，就今天晚上，今天的那个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我已经相信了，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听和跟随这个教导，按照我们的那个。注定一定要听从亚伯拉罕的上帝才可以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那如果说你们有关注好第2个教导或第3个教导，人类都做了，他们就搞了假神的名字，那结果呢，人都犯罪了。却他们说就搞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说是真正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你就跟随他，就你不会再犯罪。按照那个上文字，一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没有人会再犯罪。却跟那个假神就会再犯罪呀。那很清楚了，那些上帝都是假的，因为让你再犯罪呀，杀人、偷东西呀、骗人啊，不是你们的书那里，然后你们随便造啊，然后你们做证据，你们有真理，因为你们那里都是巨人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听巨人的那个祷告，这个是第2，你随便找哪本书，然后你跟说你的上帝那里也是亚伯拉罕的，也是不对呀，因为之前2000年和那个1500年呢，这个上帝就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被称为亚雅法，不是管你的数，就是600年后0年那个不是，那这个是证据嘛？你们先转过来看真理，你们先看一下俄罗斯的那个大战，一天比一天坏啊，意思就是什么呢？会有那个核轰炸，这个问题啊，就是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那个战争就到那个其他国家多，那我们就等了，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是真理吗？那我们讲下去，我们一直看下。应该是怎么样子？因为这个名字经是假的，包括你们的书那里，因为已经做过证据，你们那些书都不对呀，不对的话，那没有办法，没有希望，那人类就走错了，到那个在别的条路，这个是别的东西，那。我们要看一下，应该要定哪一个限制才可以。那我们先看按照那个律法，因为这个10条诫，我教过你们，这个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如果说
要听从摩西的那个律法的话，一定给以色列人遵守，不给其他国家遵守。我们要看一下摩西的话，按照那个摩西的话和那个是条件，都是为了他们以色列人呢。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和第18节，然后直到那个第19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上帝的话在这里说什么样的那个先知一定从那个以色列的中间，就是摩西的那个弟兄，这个一定是以色列人呢。我教过你们呢，这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0条诫赐给以色列人遵守，这个就是我们强调话在那个18节呢，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想明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那有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呢，都是耶和华的命令呢。谁不听他奉我们所吩咐的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那亚伯拉罕的上帝会那个降生本领，这个是大卫县的东西。这个是谁呀？因为这个就是从那个大弟兄中间，他的弟兄是谁呀？因为他把说出来他的命令，那亚伯拉罕的上帝吩咐他的命令啊，这个律法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那这个是谁？就是摩西的那个弟兄啊，就是他们弟兄那个中间，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先知一定是以色列人。我们来念下那个律法，按照那个诗篇第147章第19节到第20节，第147章第19节到第12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很清楚了吗？这个赐给雅各吧，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呢。这个就是赐给谁？就是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呢。如果说那个申命记说了，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那个第20节就证明了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意思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句子，那他们那个其他国家都不可以等先知，然后自己过来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先知，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不是那样子。然后你进去里面，然后你当以色列的那个先知，哪一个才可以可以就是跟亚伯拉罕的上帝摩西所吩咐的那个命令是什么？按照他的那个命令，就是不赐给其他国家，就是为了你们那里敬重和观众，然后
别国家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讲他的律例典章，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吗？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亚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你敢说我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上帝中间的先知，然后他不听从这个律法，就他有他错误。我们还继续念律法的那个律法，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我们再来作证。这个就是只给以色列人遵守，就是那个是10诫，或者那个摩西的律法。伊斯兰穆斯林说以上，摩西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到第5节，摩西到神那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雨以色列人说。”大家讲要话，这个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再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不给其他国家遵守。那这个上文字直接跟我们说，其他国家进去里面就不对呀。尤其是限制是你不可以当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先知。亚伯拉罕的上帝通过摩西的话，然后他说定了其他国家不能进去里面，然后不能当他的那个先知。美国、非洲、阿拉伯、中国人呢，澳大利亚人都不能当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先知，除了因为以色列人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律法，那很清楚了嘛？很清楚，不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的话就不行，然后你不可以违反这个，你那里的那个先知是谁呀？你们自己考虑，因为按照律法很清楚了，如果不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的话就不对呀，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出来这个命令他吩咐过了嘛，不是以色列的先知的话就你不对呀，你是罪人呢，你将等亚伯拉罕的上帝的愤怒，那个上文就直接说，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那个谢菲尔多拉在多拉的话，出埃及记是什么的？一定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是谁呀？最后的先知在以色列那里是亚胡书啊，他叫亚胡书啊，已经有证明了，按照以色列的书啊，然后做证据啊，这个是真理，然后把这个改掉了，然后成为耶稣。耶稣，他们穆斯林那里怎么？他们说以撒不是以撒，但是亚胡书啊，他们那个翻译错了，然后他们随便找，所以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
叫亚胡说啊，所有的人跟随这个最后的先知都不再犯罪呀，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赐给他国那个命令，我们要看一下，按照那个以色列的故事，因为大事先知，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自己决定啊，这个可以当先知，不是那个宗教领袖啊，但是他们那个人民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决定，然后你不可以动他，那很清楚，按照耶和华的形式啊。他介绍过了他的那个权柄啊，大是最后的那个以色列按照那个以色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限制，谁不知道了？但是限制就是他们那里不知道以色列的故事。那些人跟随过，大多说了大事先知他有那个门徒，他的门徒多说定了大事，以为先知一定要听从他，一定要听从那个他们以色列人，有1000个多人跟随过，他然后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妒忌。耶和华然后把他们杀掉了。我们要念一下犹太人的那个圣文字，有新约，这个就是耶和华的那个历史，就是新约嘛，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书。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先知的历史，在这个新约上，对，他们以色列人自己决定了，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然后有许多人跟随过他，看不见的人多，能看见不能找的话可以起来，然后找啦，不可以说话就可以说话，他们有鬼，他会把那个魔鬼刚找掉啊。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文字，我们要念一下这个有书是否限制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哪一个？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到第11节，和那个46节，我们要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到第11节，然后第46节，这个是犹太人的书。从那个第10节到第11节，要说接近了耶路撒冷，第10节到第11节，第21章，要说接近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呀？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和华，很清楚了，这个耶和华按照众人说的话，他是先知，因为他们就和真都惊动了嘛，说这是谁呀？众人说这是，那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要听从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他，按照上文字嘛，按照那个犹太的上文字。说话要直接说，按照那个众人说，他是一位先知，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和华呢很清楚了，按照这个上文字，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
我们讲下去看一下第46节，他们不敢抓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多说了，但是因为先知马太福音第21章第46节，他们想要捉拿他，这是把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那要说是一位先知，这个是真理，大是真正的先知。对，众人都说了大义大位先知，那最后的先知是要说，我们要把讲的话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这些都是证明呢，众人看见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是将来的先知。那人多看到他就他们自己知道了，他们自己认识了这个是将来的先知。要说真的是一位先知，为了世界，他们决定了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和那个犹太人的历史，那历史说了，历史上说了，要说是一位先知，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个情况。那英国人不能拒绝，中国人也不能拒绝，非洲人也不能拒绝，阿拉伯人也不能拒绝，俄罗斯人也不能拒绝，包括日本人呢，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嘛，那他们都不可拒绝，因为主人都说定了，但是一位先知就是要说，我们看别的那个上文字，在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第19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19节，有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要说的是，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人多同意了，他是一位先知，他们那个众人多自己让他为那个他们的先知，然后他们同意了嘛？那个众人都说定了，那你不可拒绝，所有的人拒绝这个就因为在这里是犹太人说定了，那你不可拒绝因为一定要听从你以色列的先知，在你兄弟中间，所有的人跟随他都不会再犯罪。然后这个耶和华说出来他的命令，按照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0节这个就是为了你们那里，因为众人都说定了，但是一位先知，因为先知代表亚法，为了那个带下来他的道，我们看过了那个上门节第18章第15节，我放在他的口，我的命令和在这里也他的命令也赐给他，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0节，我们来念一下。我们在这里能看到这个
这个就伟大的先知带过来命令，什么样的命令？就是这个是章句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0节，因为我们要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这是照这父对我所说的。那这个要说就带下来大的那个命令，按照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要说的命令是什么样的命令？就是为了把人类释放了从那个最终一定要定中以色列人呢，最后的那个先知是亚胡书按照以色列人的那个决定，那所有的人都不可拒绝。这是好像以赛亚先知，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那个耶利米亚也是以色列的先知，要说也是，他也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先知，那你不可拒绝他，因为他带过来亚法的那个命令呢。这个尽管我们下一次再说一遍怎么证据，他是以色列的先知，按照那个但是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那个犹太人的意思，他们知道了他是一位先知，要说是一位先知，然后他带过来新约，为了那个世界多，他是新约。这个就是为了他们那个以色列人那里其他国家的还不知道，一定要听从哪一个先知，就是一定要听从最后的以色列的先知，就是这个亚胡书因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自己说定了他是一位先知，那你千万不可拒绝，因为以色列人自己说了嘛，很清楚了。那木匠呢？因为我们看过了，有说是最后的先知，那他按照这个先知的事儿，他怎么说了？因为一定从他那里定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从他的那个嘴巴出来，按照那个启示录，按照那个启示录，木匠的那个先知就是谁呀？一样中的灵异，乃是为要说做见证，他会把解脱你的罪，然后你成为不再犯罪。在这个就是为了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地球上做了一位要说的，但是埃利亚没有人教过这样的那个教导，但是因为埃利亚没有教训过你们，做了一位要说。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命令，所赐给他，按照那个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因为一样中的灵异乃是为要说做见证，这个是新命令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变的？因为他转过去寻找外邦人呢，哪一个人讲到要说就有这个就有要说的那个限制。今天的那个教导比较短，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我就夫妇在大教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
为耶和华主经常的弟兄懂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语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和华主经常。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哪个人说出来耶和华就是他的先知，就是以利亚所做的嘛。因为因为这个灵异的这个灵异的这个语言中的灵异，现在在我这里，哪个人讲到要说必须讲到亚亚法，那先知的灵一定在他那里。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要看别的证明呢，那目前一定要听从哪一个先知？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出来一位以色列的先知就不是，那要说的大是埃利亚，是先知。那个以前的埃利亚在那个亚法，那个王亚法那里也是先知，也是同样的人呢，目前也是同样的人呢。天父亚法的话怎么说了？那个。因为语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和华主经常，那先知的灵就在他那里，那所有的人都跟随耶和华就不再犯罪呀。那天父耶和华赐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最后的那个先知。因为你们已经听清楚了，埃利亚是一位先知，因为按照耶和华的话就很清楚了。按照天父耶和华的话，他不喜欢救人呢。那耶和华也说了，他不喜欢救人呢。那埃利亚也是一跟随他就不再犯罪。用荣耀归给他们俩，因为他是真正的先知，我们要强调话，这个先知呢，一定要听从他说定了，不要再犯罪。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这个就是那个。最喜欢的东西，按照天父耶和华的愿意。他说主啊，没有，有说我也不等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宣告啊，一个伟大的那个先知。然后最后的先知，然后埃利亚代表他，除了埃利亚就没有，因为在这里讲到耶和华，那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先知，他是有什么样的那个质量啊？我们还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也是跟那个同样的人说，他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后来又说在殿里遇见他，这个是真正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海洛海就是他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后来又说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这个以色列的最后的以色列就跟他那个天父一模一样啊，就跟那个天父耶和华的那个话
合适了。按照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他们两个人的话，真的非常合适。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久，耳朵并非发真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眼面不听你们，那就人多就大不听你们多，然后他们跟他有矛盾啊，大恨那个罪人多，那就好的那个先知怎么说了？从此不要再犯罪呀，按照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多，没有什么权柄坏，那个攻击这个就好的那个先知，你们应该要转过来寻找他。他的话就是谁的话？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然后他说出来，从此不要再犯罪呀，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天父耶和华的目的，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很救人呢，然后他说定了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不然不行啊。如果要听从其他的国家的那个先知都是错了，你那里的是错了，就你没有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那你的地址就错了。那拯救你的目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要因为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你还是救人的话，就打不定你的祷告。那我们要听从那个就好的那个先知。我举个例子，那个男人可不可以娶个好几个老婆，许多老婆？按照那个基础的那个真理，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喜欢那些人做那个阴间的，那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那个先知。任何以色列人自己说定了，自己决定了，但是因为先知然后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杀过了他们呢，就这样我祝你们好，为了要说保佑你们呢，然后你信仰的话，你信奉的话，你就要寻找艾利亚，因为亚罗拉的律政要救你，要救赎你。艾利亚找好这个办法，为了拯救你，因为时间到了，为了拯救你，因为将灭绝这个地球。你们先看一下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那个战争，没有国家会击败会那个打败那个俄罗斯。如果你需要危险的东西，你就继续做吧。所以有的国家都不会跟他打战，不管所有的国家都加起来，他是一种国家专司。按照那个按照以赛亚的那个话，这个天父耶和华的那个话不会有变了，世界都一定要听从他的话。他们以色列人那里要跟那个俄罗斯打战，这个就是一种疯狂的。你们应该感谢有人教训你真理，先过来跟随真正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现在就是那个在亚胡书啊，他有他的那个好处啊，他真的非常好。一定到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是不是那个好的东西？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他不喜欢救人。你们先看一下以色列的那个历史，他把他们拆掉了，然后其他国家都随便找别的树，他们那个找了别的东西。艾利亚又来了，为了让人多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你
相信的话，你信任的话，你信仰的话，你先帮我，你先帮助我。如果说你真非常爱亚伯拉罕的上帝，不要把停掉你的旅程，为了到这里来，先让你自己走在真理上，你解脱了从那个最终的这个应该是有福的那个东西。你应该高兴呢，更多人呢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因为魔鬼拆掉了时间到了，为了你转过来寻找真理，一定就紧张了。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谁啊？已经就占据过了。人多是巨人呢，已经就占据过了。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是谁呀？包括摩西啊，摩西也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我喊过来，我让你们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上帝，就要寻找艾利亚。你将做洗礼才可以。为了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为了你可以跟那个最后的先知一起走啊。那很清楚了，按照那个上文则记住，就是你一定记住，就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啊，然后要听从那个最后的先知，按照他的命令，从此不要再犯罪，不然不行啊。按照这个最后的那个先知的话，这个天父亚法是完全。那你一到了耶和华里面的话，即你要完全。我们要念一下这个上文字，人会不会成为完全？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按照以色列的书，这个就是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跟他一模一样嘛。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按照那个耶和华的那个话，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你一定要完全才可以。除了我以为没有人说过这个。这个是真理，一跟随他就成为完全。这是好像艾利亚嘛，不讲做坏事，不讲动坏事，这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们。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和跟随那个最后的先知叫耶和华，就成为完全人呢。这个真呢就是真正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应该要寻找这个，按照他的话，就一定要完全才可以。如果说没有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然后要跟随他的那个最后的先知，你一跟随他们就不会再犯罪，因为他不喜欢罪恶。那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祝你们好，为了你们欢迎来到耶和华和天父亚法这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们都先转过来寻找最后的那个先知。那个所有的道多通过他，然后按照他的话，一定要听从耶和华的，一定要听从耶和华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因为预言中的灵印乃是为耶和华做见证。在艾利亚后面就讲没有了。我祝你们好。为了到这里来，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真爱你，因为记住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都是从那个以色列人的树给你
证明呢不是其他国家的那个那本书啊，那我喊过来你们，然后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先知，然后跟随那个最好的先知，因为大是最好的先知，在大后面就没有了。大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你怎么说你也是先知？我已经给你念过了。让那个要说的话，大受到了那个天父亚法的那个命令呢，怎么说了嘛？因为语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这边造你们的生，因为他说了，你们是你是我的孩子，按照那个诗篇。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生孩子，除了一位他的数就没有啊，因为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看一下诗篇什么就是那个诗篇第2章第7节，祷告着说：“我要装圣旨。”亚法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亚法生孩子了，按照这个以色列的那个书，那你不可拒绝这个，因为你住在你的地方那里。如果你住在那个犹太的那个地方，这里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就打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帝生孩子了，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模一样啊。但是就是根据他的那个道，给亚述生了。如果来说亚述的话，就是他生了，就是他。那这个就是他的儿子。我们要看一下诗篇第82章第6节，也是诗篇第82章第6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一模一样啊。那他一说的话说出来的话，那个就是要说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那大的办法就是那个岛上生孩子，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带主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分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按照犹太人的书，就是最后的先知，他怎么说了？他就是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按照那个犹太人的谢弗多拉，就是他们的书，我们看过了这个章句，他说了这个上帝说了我生孩子了，我再说一遍，他不是好像女人那个生个孩子，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那这个道带主与神同在，因为但是亚伯拉罕说出来的话，那个话那个道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就是要说他变成肉然后住在我们中间。我下一次再讲只给你们章句，因为先知自己说定了，他收到了那个命令，从大天父亚法那里下来，按照那个诗篇书按照那个诗篇那个上帝生孩子了。如果你拒绝这个，你就到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有个矛盾，那一定要跟哪一种那个书，一定要跟那个以色列人的书，那
只有一个不可随便看那个别的书，因为这个是真理，这个上帝生孩子了，然后那个最后的上帝叫亚胡书他命令多次给他，他被生了，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他一说话的话就他生过了他的儿子，这是好像他创造，因为他是创造者，你们应该听明白了，很清楚了。要说是就好的那个限制，按照这个上帝的话，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带主与神同在。按照以色列的限制，就是那个最好的限制，你同意的话，按照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确定的，就是诗篇说了，我生了你，今日我生你，你是我的儿子。他说定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他和他的那个父亲真一样，一跟随他的话就不会再犯罪，从最终被释放了。我们从那个犹太的书看了，知道那个要说然后我已经给你们讲句，他是最后的以色列，然后我调整你们的思想那里，上帝真的生孩子了，但是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他说了，按照那个诗篇呢，今日我生你，你应该不跟他一样啊，这个不对啊，你不可跟他一样啊，因为他是创造者。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犹太人信仰了都从那个最终被释放了。如果你要看真理，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然后你愿意跟随他，你要听从犹太人的书就叫谢菲多拉，在谢菲多拉生这个上帝生孩子，那个别的书就说了矛盾啊。对这个以色列的书有反对，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祝你们好，我的有说保佑你们。你信仰的话，你一定要寻找以利亚，你一定要讲消息系列，你可以跟我联系你可以跟我电话联系。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不管是哪国人，你们都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已经信仰了，我求你给我消息里，你先过来在这里的话就2006年了，你们那里随时都可以。艾利亚就出国，如果有人寻找我，你说实话，寻找真正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祝你们好，为了有所保佑你们，我们先一块儿祷告。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为了你的话，因为这是你的爱，这是真正的拯救。以利亚叫寻国里面为了转过来寻找你，我告诉他们过你的真理，你是真正的上帝，除了你以为都是假的，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真为亚法，你不喜欢救人呢，然后你只给你的话通过你最好的那个限制大叫要说不要再犯罪，按照最好的那个限制。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你先做好你的话，为了他们那个听众和观众那里受到了你的好处，我求你为了拯救他们不知道的人那里先救一下世界。除了因为我们那个马特家人呢，他们愿意
那个被释放了，你先去拯救他们呢，因为时间到了，为拯救世界，先给他们接受下你的帮庇，你先找来一下你的权柄呢，用荣耀归给你，天父耶和华，我求你为了帮艾利亚，天父耶和华，奉你的名字，我发过去这些话，就是接着要我说，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哈利路亚，阿门。